如果我同你講，有啲人可能喺真實歷史入面根本從來冇存在過，你信唔信？更離譜嘅係，佢哋嘅名氣反而比好多真正嘅歷史人物仲大，史書揾唔到佢哋，但幾百年來，無論戲曲、小說定係影視作品，全部都當佢哋係真嘅。大家好，我係 Alan，今日就同大家盤點幾個正史查無此人，但影響力爆棚嘅傳奇人物。我會區別於傳統粵語講古嘅演義小說形式，盡量結合史實，亦都好歡迎大家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睇法。第一個繞唔開嘅就係貂蟬、閉月羞花，四大美人之一，王允連環計嘅核心，周旋喺董卓、呂布之間，堪稱三國第一女間諜。但係允《三國志》、《後漢書》會發現一個尷尬嘅事實，根本就冇貂蟬呢個人。史書裡面只得一句：暴雨涿，士鄙思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呢位連名都冇留低嘅士鄙，成為咗所有古仔嘅起點。羅貫中妙筆生花，將呢句冰冷嘅記載變成咗驚心動魄嘅美人計。另一個無名嘅侍女化身為深明大義、智勇雙全嘅奇女子。我哋今日對佢嘅所有想像，喺嗰個男性權謀主導嘅殘酷時代，人哋需要一位女性用佢嘅美麗同智慧去完成千軍萬馬都難實現嘅目標，為嗰段歷史加上一抹柔軟但致命嘅光彩。我嘅理解係，貂蟬嘅唔存在，令佢成為咗承載人哋對紅顏同大義所有複雜期望嘅完美容器。跟住係關羽身邊嗰個最沉默嘅跟班周倉，黑面玄也，力大無窮，為關公托住嗰把82斤嘅青龍偃月刀，最後喺麥城知道主君死訊，拔劍自刎。呢個忠義到極致嘅形象感動咗無數人，但殘酷嘅事實係，陳壽嘅《三國志》入面根本就冇周倉嘅任何記載，佢完全係民間藝人同後世小說家為關羽呢位義絕量身打造嘅配件。佢嘅存在只有一個目的，襯托關羽嘅偉大。關公需要一個可以徒步追到赤兔馬嘅隨從，於是周倉有咗飛毛腿。關公把刀需要人托，於是周倉力大無窮。佢就好似關羽人格魅力嘅一個實體化注腳，用自己無條件嘅追隨同殉死嚟證明義嘅感召力有幾強大。我哋今日感嘆周倉嘅忠烈，其實都係感嘆民間對純粹忠義呢種近乎信仰嘅渴望。佢可能冇真實存在過，但佢代表嘅呢種精神卻真實咁塑造咗我哋嘅倫理觀念。然後係跨越咗性別界限嘅傳奇花木蘭，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代父從軍，征戰12年，凱旋之後辭官歸鄉。呢個古仔太完美，搞到我哋都願意信佢係真嘅。但學術界普遍嘅睇法係，木蘭辭係一首北朝民歌，當中嘅花木蘭更可能係一個文學典型，可能融合咗當時邊塞軍戶女子嘅一啲事蹟。真實嘅北魏鮮卑族風氣剽悍，女子學騎射，代役從軍唔係冇可能，但同行12年，不知木蘭是女郎，咁戲劇性嘅情節，毫無疑問係藝術嘅誇張。花木蘭嘅真實唔在於佢係咪真係姓花，而在於佢承載咗人哋對孝道、勇氣同突破社會規訓嘅集體想像。佢嘅魅力正正喺呢種介乎可能同傳說之間嘅模糊地帶。講到楊門女將，穆桂英係絕對無法忽略嘅高光。木柯寨嘅寨主陣前招親，大破天門陣，53歲仲可以掛帥出征。佢嘅古仔係巾幗不讓鬚眉最極致嘅演繹。不過揭開《宋史》，你會發現真實嘅楊家將只有3代：楊業、楊延昭、楊六郎、楊文廣，根本就冇楊宗保，更加冇佢嘅妻子穆桂英。呢個英姿颯爽嘅女英雄，完全係明代小說《楊家婦演義》嘅創造。佢嘅出現滿足咗民間喺楊家男兒凋零之後對忠烈家風得以延續嘅強烈願望。穆桂英嘅虛構反映咗基層百姓
對英雄家族嘅一種情感寄託同理想化續寫。喺隋唐演義嘅武力天梯上，企喺頂端嘅係李元霸，天下第一條好漢，揸住800根雙錘，打遍天下無敵手，最後舉錘鬧天，俾雷劈死。佢嘅歷史原型係唐高祖李淵早夭嘅第三子李元霸，為咗避康熙嘅位，改咗做縣。不過呢位王子16歲就過咗身，冇任何征戰記錄。小說裏面嗰個恨天無把、恨地無還嘅怪物，係民間對絕對力量嘅極致幻想。李元霸嘅無敵同荒謬結局，好似喺度講，當力量超越晒所有規則同制衡嗰陣，佢本身就係一場災難，最後會俾更宏大嘅自然法則天終結。呢個虛構形象可能係古人對力量崇拜嘅一種潛意識反思。有第一就有第二，羽文成都就係嗰個萬年老二。隋朝嘅天寶大將軍威風凜凜，但係成日俾李元霸壓住。歷史上權臣羽文化及有仔，但唔係叫羽文成都，亦都冇咁顯赫嘅戰績。呢個悲情猛將嘅形象一樣係小說家嘅傑作。佢嘅存在令李元霸嘅第一有個對照，亦都令隋朝末年嘅戲劇衝突更加飽滿。羽文成都嘅忠勇同佢家族嘅罪惡形成嘅矛盾，俾咗呢個虛構角色一種深刻嘅悲劇美。同羽文成都命運相連嘅係銀隋太保裴元慶，隋唐第三好漢，年少氣盛，可以接到李元霸3錘，最後死喺火雷陣。佢嘅原型係隋章裴仁基個仔裴行偃，但係歷史上裴行偃用嘅係馬索，而唔係誇張嘅銀錘。佢嘅結局亦都唔似小說咁戲劇性。文學將歷史人物嘅勇猛提煉同放大成一個更具體、更貼合民間審美嘅少年英雄符號。裴元慶嘅虛構係對真實勇武嘅一種藝術化禮讚。喺楊家將嘅世係迷霧入面，楊宗保係一個關鍵嘅橋梁。佢係小說中連接楊六郎同楊文廣嘅一代，穆桂英嘅老公，但正史入面楊延昭六郎個仔就係楊文廣，中間根本冇楊宗保呢個人。呢個角色嘅誕生，好可能係為咗填補真實歷史中楊家將喺時間傳承上嘅空白，或者話係民間為咗令英雄血脈嘅敘事更加連貫飽滿而插入去嘅一代。佢嘅虛構令七狼八虎之後嘅楊家古仔得以延續，滿足咗聽眾對後繼有人嘅期望。跳出戰場嚟到公堂，陳世美係一個俾道德審判釘喺恥辱柱上嘅名。負心漢殺妻滅子，最後俾包拯砸死，佢幾乎成為咗忘恩負義嘅代名詞。然而呢個係一個典型嘅關公戰秦瓊式虛構。清代確實有位官員叫陳年谷，字淑美，做官清廉，夫妻和睦。戲曲铿尾案好可能係因為私人恩怨，將佢個名諧音化用，同安咗喺北宋包拯嘅古仔入面。一個清官因為個名嘅諧音喺戲文入面被污名化千年，呢個可能係文學虛構力量最諷刺亦最令人唏噓嘅例證之一。最後係另一個俾文學重塑同定型嘅女性悲劇符號潘金蓮，通姦毒殺親夫，佢個名同淫婦緊緊連埋一齊。但係根據一啲地方志同墓誌銘記載，真實嘅武大郎武植係一位身高差唔多1米8嘅清廉縣令，佢老婆潘氏係委賢淑女子。小說《水滸傳》同《金瓶梅》出於情節需要同時代觀念，將佢徹底妖魔化，塑造成一個慾望同罪惡嘅化身。潘金蓮嘅文學形象深刻反映咗傳統社會對女性慾望嘅極度恐懼同嚴厲壓制。佢嘅惡名係男權敘事下一個沉重嘅文化標本，盤點咗呢10位查無此人嘅傳奇。唔知大家有冇感覺到，有時一個虛構嘅人物比一堆真實嘅史料更能觸動我哋嘅心弦。佢哋填補咗歷史嘅縫隙，滿足咗集體嘅情感缺口，甚至定義咗某啲道德標準。佢哋可能從來冇呼吸過，但佢哋卻真實咁參與塑造咗我哋嘅精神世界。多謝你嘅收睇。
歡迎點讚、留言、訂閱同分享，下一期再見。